在澳洲的维多利亚省，过去25这一天，就超过15件的森林火灾。也那总理艾班尼斯是答应讲，会提供所有需要的援助。野火真紧就烧过来，厝拢受害去，市的精神也拢死亡。维多利亚省超过2000居民被迫撤离，去首府墨尔本以西95公里的巴拉瑞特市避难。We will provide whatever support is requested from Victoria. These are difficult times. 澳洲在盛行现象的冲击当中，常常有野火气旋加扩化这极端气候。根据维多利亚省紧急事故管理局的消息，刚才25这一天就发生超过15件森林大火，其中严重的野火我几个偏远城镇附近，达到第4关的危险等级。过去几天野火出来了后，当局已经派超过50架无人机在空中压水，放出超多1000个消防员来拍火。这小镇有加水警示，刷到着大火，而且面临上严重的威胁。It's a reminder of the need for us to be vigilant, for us to continue to work and act on the threat that is climate change. 从来这礼拜天气可能真烦恼，尤其是1月18、19这2天，有部会出现极端高温的天气，有可能会让火势更加严重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